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en，都一段時間冇拍啲關於漫畫嘅片啦。自己都有啲漫畫放緊啦，放售緊啦。價錢其實一般般啦，而家經濟差啦。調翻轉啦，如果想收漫畫咧，都算一個好嘅時候啊，因為有啲罕有㗎，都用一個比較合理嘅價錢可以要翻嚟。而家呢一批書咧就好彩喎，又喺飄書嗰度攞翻嚟啦。呢本棋子咧，其實哇諗下諗下，可能我都呢套有機會第三套啊。其實有趣㗎，好睇㗎。另外吸血鬼一族我就未有嘅。其實手塚嗰啲漫畫啦，當然好睇啦。但係如果想儲齊成套咧，係非常難嘅。尤其是有幾套啦，就又罕有，價錢都炒到好高。尤其是嗰套少少獨角獸，得2期啊，尤其是第2期就更加難揾。如果一套起碼2本我都過千啦。另外有啲都非常罕有嘅，所以我自己都係隨便啦，有緣就要啊。另外啦，飄書嗰度咧比較特別咧，係呢本港漫漫畫靈庫我都未齊啊，係啊，咁啱呢期就冇啊，攞翻嚟啊，咁好開心啊。飄書閣有時都會有啲唔錯嘅漫畫，但係可惜啊，如果唔夠快嘅話咧，去到下晝直頭有啲應該回收嗰啲人將所有啱用嘅嘢啦報紙雜誌又好。而家都冇報紙雜誌，即係總係書類別嘅又好啦，攞咗翻嚟就斷根，又拎去回收場嗰度賣啊，所以即係都唔知算唔算夠咗呢批書啦。不過而家個產業好好啦，可能佢去到回收場都會叫啲相關嘅人去睇下，值唔值得再去回收去放售啊。另外有啲博益嘅，本身自己博益嘅小說都會有儲開啊。好簡單，都而家真係經濟差，都冇乜會特別走去花太多資源去買新書啊。尤其是港漫啦，都超級半放棄狀態啊。得李小龍復刻自己都會想繼續儲落去，亦都多得朋友幫手啊。另外跟住有個消息壽星仔有冇機會睇到一套嘅真面目咧？唔知有冇機會咧？呢套自己就一定會儲噶啦，就唔會放噶啦。之前有段片都講過啦，我套古惑仔都割愛咗啦。原來真係個感覺好有趣嘅，就冇話特別可惜但係如果李小龍冇咗就可惜啦。壽星仔都係咁條片一個小分享啦。漫畫靈庫應該都好難坐一齊嘅。我哋下條片再傾下啦，拜拜。